我覺得香港係一個多元文化、中西交融嘅地方，咁所以咧有別於其他地方嘅創作上面會就地取材啦，例如佢用翻當地泥土、當地嘅礦物去做佢嘅有料，咁但係我哋就唔同嘅，例如我哋嘅作品咧，我哋用中國嘅泥土，但係佢有料可能會嚟自唔同地方，例如英國啦、美國等地。我用咗香港嘅木棉樹嚟壓一個樹紋嘅碟啦，佢出面嘅釉咧就係用香港嘅榕樹嘅樹木灰、棕木灰去做嘅。我嘅靈感來自於中國傳統嘅青瓷。中國傳統青瓷多數比較沉穩同埋典雅少少嘅，咁咧我亦都好喜歡佢呢個傳統嘅韻味啦。我哋用咗中國傳統天水碧色，相傳古代咧妃嬪染衫嘅時候有一種青綠交融嘅感覺，但係我希望佢亦都會有一種當代少少嘅設計感，所以我用上潑油嘅技巧，令到成件事更加之率性自然，既保留咗以前中國傳統韻味，亦都有當代嘅感覺。